多謝 Tanya， 我係新界東嘅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慢必。首先多謝大家，因為有好多朋友喺守護龍尾過程係曾經心灰，因為而家咧都叫做米已成炊嘅階段。如果一般嘅情況嚟睇，因為撥款又通過咗，個招標都截咗標㗎啦，但係一日未開工，都係仲可以逆轉嘅，係咪？首先好多謝大家繼續堅持落去，冇因為話已經米已成炊，事到如今反對都冇用，而唔去反對。我哋仲有一絲嘅希望都要行出嚟。我有一班好好嘅義工，以大埔為中心，佢哋喺大埔區擺2個鐘頭街站，係1000幾個簽名，係反對興建呢個龍尾人工沙灘嘅。佢哋帶埋啲環保紙去俾啲小朋友、大朋友去畫一啲海洋嘅生物，我哋掛咗出嚟喺後邊，係好多大朋友、小朋友畫出嚟嘅，令到佢哋嘅明白究竟係一個人工沙灘游水重要，定係要保育自然環境一個天然嘅龍尾灘同埋呢啲咁罕有嘅海洋生物重要？我問下呢個小海星小朋友，你覺得要一個人工沙灘重要，定係我哋好好保育啲海洋生物、啲小海星重要啊？保育啲小海星重要。一個咁簡單嘅道理，小朋友都明白。頭先有記者問我，佢話你哋而家即係臨到尾先至嚟話反對，咁你哋有冇尊重過大埔區議會？有冇尊重過大埔區居民嘅需要？係咪要犧牲大埔區居民嘅需要？我同佢哋講，我話喺大埔起一個人工沙灘係大埔區居民嘅事，你可以去諮詢大埔區嘅居民。但係要毀滅一個香港稀有嘅生態環境，要毀滅呢啲稀有嘅生物，就唔係話大埔區嘅事，係全香港嘅事，係全世界嘅事，係咪？所以唔係大埔區通過咗就大晒，何況大埔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都係喺啲唔全面嘅資料、一啲不盡不實嘅研究之下所去通過嘅。而家我哋發現有問題，我哋係應該拎翻出嚟，喝停呢一啲不盡不實嘅研究之下，大家投票贊成嘅方案。喺件事未到不可逆轉嘅時候，我哋一定要堅持落去。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守護龍尾，守護龍尾，守護龍尾，希望大家可以堅持落去，為剩翻一絲希望，我哋都唔會放棄。今日多謝大家。